来关心伫花莲竹溪乡，昨昏有民众发现一只台湾乌熊，那就是去踏到山猪条的陷阱，全咧掉伫遐。目前已经有甲这只乌熊送去治疗，但若复原了后，就会野放。礼拜早起8点半，林务局花莲林管处接到通报，伫竹溪山溪海拔差不多900公尺，一个私人的嘉碧农园边啊，有乌熊掉伫咧陷阱内面。相关单位随做29人的乌熊救援小组进行救援。经过检视，是一只84公斤成年的公熊，肚边前骹盘关节因为和套索啊剥掉的规个正向，不过并无开放性的空髓，砖头啊也无长。野患兽医师伫咧现场进行清创手术，结果后送到台东地上的东部野生动物救伤中心，暂时留意观察伊的伤势。花莲县政府呼吁农民防治野生动物破坏农作物，唔通用叶啊或者是山猪条。会当用有电木器的电网，若是当防治台湾猕猴，会当当山猪、山羌、甲台湾乌熊等野生动物入侵农园，破坏农作物。县政府按照设置面积的比例，会补助资财费3/4。若是无顺利去抓到，或者是伤到保育类的野生动物，只要随通报协助救援，就袂被追究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